嗰座小塔中就會飄出大香雲，嗰啲香氣雲光遍滿十方法界，吩咐晃搖講造佛事，所得到嘅功德不可思議。總而言之，冇乜嘢願望不能夠得到滿足嘅。在以後嘅時期，我嘅出家弟子同埋在家弟子以及善男善女，為咗成佛，盡力造塔，安置神咒，所得功德說不可盡。假若有人求福，嚟到塔前，一束鮮花，一支香火，禮拜供養，以塔為中心遊繞。因為呢個功德，官位榮耀不求自離，壽命福擾不企自增，冤家盜賊不討自敗，怨念咒詛不厭歸本，逆利邪氣不拔自避，善夫良婦不求自得，賢男美女不討自生，一切所願任意滿足。假若有嗰啲烏鵲鴟梟鳩鴿、幽流狗狼、野乾蚊虻蟻流等等動物經過塔嘅影子，或者踏入場中嘅草木，都即時吹破惑障，覺悟無明，生到佛家，從此逍逍遙遙，快快樂樂。更何況有眾人，哪怕係見到塔嘅形象，或者聽到塔上嘅風鈴傳出嘅聲音，或者聽到呢部經嘅名，或者從呢座塔下經過塔嘅影子，所有罪障全部消滅，心想事成，吉祥如意，現世安穩快樂，死後往生到極樂世界。或者有人睇見塔身毀壞，而根據自己嘅實力盡力修補，哪怕係一團泥、一塊拳頭咁大嘅石頭嚟修整塔身，因為呢個功德增福延壽，命終之後成一方世界嘅轉輪聖王。假若弟子們喺我滅度之後，想要拯濟畜生、地獄、惡鬼三道苦難，喺塔前供養鮮花香火，真誠發願，誦念神咒，文文句句放大光明，照觸三惡道嘅眾生。嗰啲受苦眾生就此脫離苦海，佛性彰顯，都根據自己嘅心願往生到十方淨土。假若有人爬到高山頂上，至心誦咒，視線所到嘅所有山谷野林、江湖河海，其中所有無與倫甲一切眾生，雖破惑障，覺悟無明，顯現本有三種佛性，都將安處大涅槃中。修持此神咒嘅修行人所經過嘅所有道路，或者有人與此人擦肩而過，或觸摸與感受到此人衣服嘅衣風，或有人踩住佢嘅腳印，或者見過佢嘅面，或者與佢有短暫嘅交談，咁呢啲人嘅重大罪孽都消滅殆盡。喺修行路
上都能夠圓。當時世尊囑託金剛手菩薩講道：我今日將呢個秘密神咒經典託付俾你哋，要求你哋尊重護持，流布世間，唔好令呢個法門傳授斷絕。金剛手菩薩講道：我今幸聞世尊付囑，我哋為報世尊深重恩德，晝夜護持，流布宣揚一切世間。若有眾生書寫受持，憶念不斷，我將督促悉提還因、大梵天王、四大天王、龍神百部，晝夜守護，哪怕係一陣間，亦都唔會俾佢哋離開。佛稱讚講道：好好啊，金剛手，你為咗未來世一切眾生嘅大利益，護持此法，唔令呢個法門斷絕。世尊講完寶合印陀羅尼後，然後往毗婆羅門家受諸供養，令當時人天獲大福利，而後回到咗當時嘅住所。當時大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天、龍、夜叉、堅塔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